父王，父王，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他才3岁啊！父王，我求求你了，父王。大王，到底怎么回事？臣妾和芈月在翻看各国游士送来的策论，结果在这个苏秦的策论中发现这封卷书，上面是大公主的笔记，不敢延误，所以来禀报大王。大胆小人！大王，怎么了？你自己看。那苏秦如今何在？已经派人去请了。在下东周世子苏秦，见过秦王。此物从何而来？为何要加裹在你的策论当中？大王如此发问，想必是知道此书信为何人所写了。单凭一封书信，或为伪造，只怕说明不了什么吧？大王可认得此玉佩否？果然是梦莹所有。自燕先王驾崩以后，太子恪继位，他胆小懦弱，没有主见，国事权掌控于相国子之之手。子之野心勃勃，又心图谋燕王之位，因忌惮义后母子的存在，所以半年前将义后梦莹3岁的儿子公子直送到韩国为人质。子之还不放心，与韩王勾结，把梦莹母子幽禁于韩国都城。如今听闻燕王恪欲将王位让于相国子之，倘若子之成功，义后母子必将为其所害。岂有此理！燕王昏庸，子之大胆，这是趁人之危。大王好像有心事。大公主的求救信是王后发现的，王后对此有何看法？燕国如此对待大公主，实属无礼。大王即使出兵讨伐问罪，也是情理之中。但眼下函谷关军情紧急，牵一发而动全身，权衡利弊，不可因小失大。所以臣妾以为，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王后的意思是，先解函谷关之围，再救大公主之危。梦莹向来识大体，她若知道内情，定能体谅大王的苦衷。大王，丫头啊，依你看，寡人当派兵去接梦莹回来吗？若以国事论，的确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问罪燕国。更何况张子刚刚游说燕国同意退出公孙衍6国联兵之术。但是什么？但若以家事论，作为父亲要接回在困顿中的女儿，那只需一对轻骑，乔装改扮潜入韩国，接走人就是了。听你说来，这事变得简单明了了。大王，大公主若能带着公子直回到秦国，那燕国的未来很可能就可以通过大公主和公子直操纵在大王的手中了。大王，你想，公子直也是一王嫡子，将来争夺燕王之位，他是有机会的。说得好。那大王的意思是接回梦莹？原来大王心中早有主张。丫头啊，既然是你的主意，老伯就派魏冉带一队轻装骑兵
绕过函谷关，昼伏夜出，直捣函谷都城，接回梦莹母子。你不会反对吧？魏冉的确需要更多的历练，大王不会看错人的。好，目前，大王，传司马错明晨进宣师殿听旨。是。王后，园子里春意正浓，花儿开得可好看了。奴婢陪您出去走走。大王派魏冉去接梦莹了。大王的心思，只有芈月能猜得透。别人就算再费心机，也比他晚上几步。王后心地纯良，哪像那个芈月，工于心计。纯良二字，说来好听，实则无用。大王要的是懂他的人。来了。大公主，大公主，芈月，梦莹，姑母，魏冉和侄儿他们到了吗？啊，侄儿，侄儿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大公主和小公子在离开韩国后，在接近赵国的边境遭遇追杀，与小公子不幸失散，魏冉带人去寻找了。啊，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走，快进宫吧，快进去。姐姐，哎，小冉，姐姐，小冉，我的侄儿呢？小公子呢？臣带着义后突出重围后，再返回去寻找小公子，不料遭到强兵阻截。这才知晓劫走小公子的是赵国赵侯雍的兵马。赵国？赵国人劫走了小公子。这事怎么会扯上赵国呢？这中间的是非曲折我也不知。大公主，大公主，梦莹，大公主，梦莹，父王，父王，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他才3岁啊！父王，我求求你了，父王。梦莹，若是能救，寡人岂能坐视不管？看来此事赵侯雍早有预谋，他劫走侄儿，必然打的是挟持侄儿以至燕国的目的。此刻就是寡人再出兵攻赵，只怕也无法接回你的儿子。可我的儿子，怎么办？我的儿子怎么办？他才3岁，父王，我的儿子。你放心，你儿子是燕国嫡公子，也是燕国王位继承人。据报，燕王哙已经打算禅让王位给相国子之，正在择吉日举行禅让仪式。而此时，赵侯雍扣着你儿子，定是为了在子之登上王位后，打着推立你儿子为燕王的名义入侵燕国。所以你的儿子是他手中的未来的燕王，赵侯雍绝不会伤害他。就算他不伤我儿，可我儿年幼，不能没有我的照顾啊！父王，我求求你，你送我去赵国，让我去赵国办几颗汽车，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糊涂！赵国无端劫持他人幼子，正愁着找不着借口在诸国面前为自己开脱，你却自己要送上门去。你可是为了救你，牺牲了多少大秦士兵？你说走就走，难道将国家大事、将士性命视为儿戏？几年前，为了秦国，我将我自己的一切悉数牺牲。我没有国，没有家，没有父，没有夫，我只有跟我唯一的儿子在一起，这个要求过分吗？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我求求你，父王。
都只是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大公主，大公主，大公主！大王，大公主她……芈月，寡人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也出去吧。是。继儿已经睡下了，你也早点宽衣歇息吧。我这会儿还不想睡。月啊，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葵姑，你看看大公主，我曾羡慕过大公主。她有大王的父爱，有迎夫人那样睿智的姑母。身为嫡公主，出嫁为王后，孩儿可以继承大位。可如今，她还不如街市上一个普通妇人。这天下是男人的天下，男人争到了功业，女人则流尽了眼泪。姑姑，我不喜欢这样。可身为女子，又能怎样？我不知道，但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四方天地里，由别人来摆布我的命运。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行顿。此所以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我家义后前来探望苏公子。在下苏秦参见义后。苏公子，快请起。可否进去说话？请。敢问义后，这是什么意思？苏公子是梦莹的救命恩人，请受梦莹一拜。义后不必如此，实在是折煞在下了。当日梦莹被困韩国，求守垢面，亏得公子不远千里传书相救。您身为秦公主、燕王后，沦落至韩国被人所禁，苏秦扶危救弱，义不容辞。国相子之害我母子，祸乱燕国。苏公子人人君子，使梦莹脱离大难，大恩大德感激不尽，自当重谢。公主把苏秦当成何人啊？苏公子救我于水火，梦莹无以为报。苏秦和义后乃是道义之交，苏秦只求惺惺相惜。现在看来，义后也不能免俗啊。苏公子洁身自好，梦莹知道，这点财物在公子眼中实在是一文不值。义后若真想谢苏秦，只把苏秦当做一个故友吧。至于这些财宝，在下不会接受。梦莹愚钝，既羞辱了公子，又羞辱了自己，还望公子见谅。哎，义后不必过分自责。在下失礼了。咦，这是什么呀？要鸟，要鸟。我喜欢鸟。今儿要小黄鸟，交给娘亲贝凯风。继儿要是忘了的话，葵婆婆帮继儿背吧。哎，会不会啊，姐儿？哎
吹风自拿，吹比奇些。吹得好，大王。吉儿。吉儿，可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知道。说说看。娘亲辛苦。说得好。娘亲呢？小鸟被人抓走了，他们的娘亲找不到他们了，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小鸟的娘亲会哭吗？当然。小鸟怎么办？鬼姑，带吉儿去玩。来，吉儿，婆婆带你玩。大王刚才的样子好高兴。函谷关传来战报，司马将军率部出击，联军不堪一击，一战而溃，斩敌3万。联军堵在我家门口快1年了，期间我们战死了1位公子，7位封臣，5万将士。今日总算缓解了联军的进攻之势，也让寡人松了口气。恭喜大王。那大王，趁着函谷关大捷，大王能否让小鸟和他的娘亲从此团聚？你是在为梦莹求情？是。既然赵国在函谷关吃了败仗，折了他们的傲气，那正是大王与他们周旋的好机会。你不知赵侯雍，列国君王中，齐王、魏王早已迟暮，楚王无断，韩王怯懦，燕王糊涂。能与寡人相比者，为赵侯雍，有极大的抱负和野心。如今，公子直已经落在他手中，将来必定会狠狠地咬燕国一口。若梦莹再落于他手里，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大公主曾为秦国牺牲了她的全部，母国是她唯一的靠山。以后还会有无数的王族儿女去为秦国牺牲。大王应该有办法让他们觉得为母国牺牲无怨无悔。国家大政，顾不得儿女之情。有时候儿女之情也是国家大政。人世如棋，暂且让掉一个子，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子。大王，就算这次让些许利益给赵国，但并不等于将全盘都让给了赵国。但若是儿女对母国心死，是救不回来的。你为梦莹求情，是因为你跟她感情最好？不，臣妾只是说句真心话罢了。我曾有过求告无门的时候，知道那种苦。若是每个人都在别人落难的时候袖手旁观，那就别指望他自己落难的时候会有人相助了。倘若你帮了别人，到你需要求助的时候，依旧无人帮你呢？我知道这种事情不可斤斤计较，我也并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若是一分耕耘都没有，那自然谈不上收获了。大王，寡人会派人出使赵国。多谢大王，多谢老婆。真是绝世良才，可惜啊，可惜。妹妹看到了什么好文章，竟然如此感叹？是苏秦。苏子的策论可谓辩才无碍，满腹经纶。
既然如此，还不赶快举荐给大王？这只怕有些不妥。有何不妥？苏秦的策论言辞犀利，论点精辟，但他的主张其实与张子相差无几。这有什么不好吗？从策论中可见苏秦孤芳自赏，桀骜不驯，这等清高之人极易过分偏执。你可知行走列国，游说君王，凭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洞察人事。朝堂之上若不知缓转，只怕很难与他人相处。可妹妹说他是个绝世良才，如此社稷之气，若落入他人手中，岂不可惜？世上难有两全其美之事。正因为苏子才华横溢，国士无双，才让我想起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一山不容二虎，眼下秦国朝堂之上，张子深得大王重用。从策论中可窥知苏子的谋略主见与张子相似。若引荐苏子入朝，他与张子相处和睦还好，若是不和，只怕会让大王十分为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让大王自己决断吧。香儿，把苏秦的策论和其他选出的一并送到宣誓殿去。是。大王，苏秦求见。何事求见？承明殿已将苏秦的策论送来多日，他想请大王面见，一述策论。这策论可有芈月的特别推荐？那就先退回吧。是。王后，大公主，大公主脸色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派去出使赵国的甘茂大夫回来了。甘大夫把公子直接回来了？没有。赵侯雍先是称病不见，后又百般推诿，交涉没有结果。就算如此，大王也还是会另想办法的。王后费心了。无论怎样，大公主能在韩国将求救书信托人带出，一世吉人天下，十分难得。那带信的世子更是锲而不舍，百般不易，才将大公主的书信送到大王手中。那苏秦的确是忠义之士，救我母子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恩大德，让梦莹此生无以为报。据我所知，苏秦是饱学之士，他的才华若能得到父王的赏识，留在秦国建功立业，岂不也是美事一桩？大公主说的当然不错，不过我听说，苏秦给父王上了数次策论，都石沉大海。王后是否得知原因？虽然大王让我与芈月一同研读策论，但苏子的策论从未沾过我手，都是由芈月考量。我想苏子的才华，芈月一定也看到了，定会鼎力相助，将苏子推举给大王。什么时辰了？快到4时了。快，扶我去承明殿。王后担心，王后最近得了头疼病，太医说让您少劳累，多休息。今日承明殿就不要去了吧。每日策论呈给大王，都是芈月在那自说自话，大王偶尔召人来研讨，眼里也都只有芈月一人。我若再不去，那承明殿可就真的成芈月一人的天下了。可王后您的身子……走吧，去承明殿。
姐姐，你身子不适，还是早点回去歇息了。不碍事。芈月，大公主，大公主来了，往后快来。听太医说你身子还虚着，我正打算抽功夫去看你呢，你怎么就过来了？你去看我和我来看你有何不同？况且我在宫里闲极无聊，只是一心念着我的孩儿。我若不出来跟你说说话，恐怕会愁闷死的。可外面天气那么冷，哎呀，你手冰冷。香儿，快去，好好烹一炉茶来。是。父王果真信任你，把这些重要的异国之策放到案头，由你随心所欲挑选安排。哪敢随心所欲，明明是战战兢兢，唯恐有所疏忽，有所遗漏。芈月做事一丝不苟，可否读过苏秦的策论？读过。是否也有点滴可取之处？苏秦的策论折冲尊祖，纵横捭阖，堪称大家之作。那为何苏秦的好几篇策论投入宫里都石沉大海？苏秦的策论的确很好，但与大王眼下实行的国策并无二致。你是说毫无新意？角度虽有不同，但乃是异曲同工。这是芈月的见解，还是父王的见解？芈月只是将策论的内容归总，但是否取用，全由大王定夺。这么说，父王的定夺，多少还是跟芈月的归总有些干系。大公主这么说，真是抬举芈月了。既然父王对芈月委以重任，那梦莹就不打扰了。大公主，王后来了。她怎么会来我这儿？王后，王后难得来我这儿啊。王后请坐。大公主也坐。就是过来看看你。自从大公主出嫁，我心里一直牵挂。当日只想大公主的婚事有些牵强，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挫折与困顿。梦莹不怨别人，只怨自己命不好。大公主何苦如此自怨自艾？吉人天相，说不定身边就有人能帮你呢。我是父王已嫁出去的女儿，命如草芥。大公主与芈月一直交好，在后宫，芈月深受大王宠爱。大公主心里若有难处，何不求芈月帮忙？芈月也只是后宫嫔妃，尽管父王对她宠爱，但识人用人这种大事，恐怕芈月也做不得主。大公主错了。大王一贯对芈月言听计从，芈月就算做不了全部，也能做一半的主。大公主应该知道，张子张相在朝中的地位无人能比。父王爱惜张子的才华，张子有才不假，但若无芈月，他怎可能在朝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既然芈月能帮得了张子，就能帮得了苏子。张子与芈月的情分与他人不同，张子曾对芈月有恩，芈月知恩图报也不为过。所以芈月不愿有人在朝中与张子并肩，互争短长，也是情理之中。这小衣裳好讨喜呀，是大公主
为公子侄做的。我日日除了思念孩儿，还能有何事可做？给他做一些衣裳，一点点裁剪，一点点缝纫，就像一点点摸着他的小身子。公子侄真是有福气，我可从没给当儿做过这么多的衣裳。这个是给大王做的。父王挑剔，这香囊我还不知送不送得出去。做得真精致。大公主向来心高气傲，今日看她的模样，却可怜得很。我原本只是猜测，今日之事真是巧中带巧，一下子看破了她的心思。大公主的心思吗？心高气傲的人，越是容易显露自己的心思。她是对那个落魄世子情有独钟。王后说的是哪个世子啊？当然是东周那个苏秦了。苏先生，苏先生，这壶中没有水了，去给我打水。哎，你已经欠了2个月的房钱了，而且这个月用的竹简钱都还没给，要不您想办法把这钱先给结了。别翻那个箱子了，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值钱的早都抵出去了。这些拿去卖了吧。苏先生，这可是您费尽心血熬夜写出来的策论呐。这些策论若有用时，价值万金；若无用时，他一文不值。现在他已经没有用了，拿去都卖了吧。实话告诉您吧，这写过字的竹简呢，也值不了几个钱。那你说，这个房间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先生，这黑貂裘不是挺值钱的吗？好眼光，也就它还能值几个钱。但眼下天渐凉了，我也就这一件可以御寒的衣服。先生先想法子过了眼前，再想明日的冷暖吧。啊，要不我马上送去典当了。哎，拿走拿走，别再来烦我。哎。大公主，奴婢听说苏秦要离开咸阳了。怎么回事？我也是刚刚听说此事，赶紧跑来告诉您。快去给我备车，我要去见苏秦。可您的身子，我身子怎么样，自己心里最清楚。快去！是。来人，给我更衣。好皮子，那呆子哪里识货？说是当了，他就信了。哎，他已穷困潦倒，哪还顾得了这么多呀？你看来了。见过贵人。苏公子呢？走了。去哪儿了？哦，回乡了。午后出的门，说是要去东门搭乘韩国的货车。如果贵人此刻赶去，可能还来得及。货车？啊。苏公子怎会搭货车？这件裘皮明明是苏公子的，为何在你身上？苏公子数次上策论不得回音，散尽金钱，因此决意还乡。小的可怜他落魄，原本替他垫付了几个月的房钱饭钱，但苏公子清高，非要将这件裘皮抵押给我。
在下难以推辞。是吗？是。那为何苏公子走得如此匆忙？好像是有事儿。可能家里有事儿。住口！肯定是你们敲诈盘剥，苦苦相逼。冤枉啊！冤枉啊！贵人，冤枉啊！如果贵人能赶得上，请将这件裘皮转交给公子。孟英难道如此不堪？先生不辞而别，我赶来送行，你竟然不愿下车？下车！你给我下车！先生，你下车吧，免得这位女子大开杀戒。你还是下车吧。请松手！如此行事，有损您的名声。我不松手，怕你走了。我不走，即使我想走，车夫也不敢走。是我梦莹，求你千里传书，并承诺，若你有才华，定会得到我父王重用。没想到来时气宇轩昂，去时就医避旅。先生，是我害了你。苏秦学识不足，不得赏用，客居在外，盘缠用尽，与你无干。为何你不肯接受我的金帛？男儿膝下有黄金，就算苏秦穷困潦倒，也不想错言无地。先生何苦这般为难自己？你是秦国公主，燕国王后，该顾及你的名节身份，还有你的孩儿。先生诧异，梦莹无国无父，连唯一的孩子都被赵国劫去了。我已一无所有，还讲什么身份名节？怎么了？你母子不是一起回到秦国的吗？我们离开韩国时，遭到赵人伏击，我的孩儿被赵国劫去了。那你父王没有派人去救吗？赵侯用劫去我孩儿，打的就是劫持嫡公子，以谋取燕国王位的意图。就算秦国大军攻入赵国，都未必能夺回我孩儿。以后你受苦了。梦莹认命了，先生不必怜悯。唉，罢了。先生若有高见，还请赐教。在我看来，此事并不难办。先生若有办法，何不跟我一同回宫面见父王？不了，我数次上策论，你父王不屑一见，我又何必再自讨没趣？我随口一说，你父王愿不愿意采用，悉听尊便。先生请讲。燕国君臣意味逆天为人，不但国内动荡，更会引起诸侯不安。赵侯雍扣押了公子职，必是为了等候燕国内乱，他好乘机以拥立公子职为借口入侵燕国。但眼下，赵国军队还拖在函谷关，不能两面作战，想要一箭双雕，既解夫人之难，又解秦国之围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寻机挑起燕国的战乱，
再以此迫使赵国不得不放弃与秦国为敌的策略，共同拥立公子直继位为燕王。那如何才能挑起燕国内乱？齐国。齐国？对。赵国有燕王哙之弟公子直，而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却在齐国为之。燕王哙打算让位于子之，可太子平却因此失去王位，岂有不恨之理？诸国联兵攻秦，而齐国这次却没有加入。我猜他们必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只要在太子平身边挑起事端，齐国必将卷入燕国之乱，由此赵秦两国便可出手。先生果然是旷世奇才，为何无人肯做伯乐石马，却使得明珠暗投？苏秦也认命了。帝后，愿你母子团圆，平安回到燕国，执掌一国。你我萍水相逢，有缘一回，今日告别，各自东西。先生，请留步。苏秦已经烧了为秦王所写的全部策论，就此辞别咸阳，不会再回来了。等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望先生的这件貂裘能带给先生梦莹给不了的温暖。先生，好生保重。既然先生去意已决，我当敬重他的抉择。王后，好了，今日就练到这儿吧。什么事？苏秦已经离开咸阳了，大公主去追也没追上。苏秦能否追回来，全在大公主；能否留下来，却在大王了。此刻，大公主已经去了宣室殿找大王，想必是想让大王把苏秦再给追回来。父王，如此一来，诸国困秦之局可转化为列国困燕之局，秦赵两国更可借鹬蚌相争，成为最后的渔翁。这全是苏秦想出来的。是啊，父王认为是否可行？类似的谋略，张仪也提过。看来苏秦的确有才。的确如此。大王，王后来了。让他进来。是。孟莹，你先回宫歇息，我会派人速速追回苏秦，并和众臣商议此事，争取让齐王早日发兵燕国。谢父王，孩儿告退。臣妾拜见大王。穆坚在，去把雍瑞给我召来。是。且慢，大王，可是要雍瑞追回那已经在回国路上的苏秦？不错。此事应在斟酌。为何？大王要使人追回苏秦，是因为大王看中了苏秦的才华。正是。
可苏秦的才华与张子相比，孰高孰低？伯仲之间。那张子与公孙衍相比呢？难分优劣。正是因为苏秦才华横溢，国士无双，才让臣妾想到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一山不能藏两虎，苏秦性情孤傲，与人交往不知缓转。眼下秦国朝堂上，张子深得大王重用，臣妾在策论中窥知，苏秦的谋略主见与张子相似。苏秦入朝，倘若与张子和睦还好，若是不和，会让大王十分为难。王后接着说。苏秦的策论词语犀利，论点精辟，但他的主张并无新意。大王若追回苏秦，却失了张子，会使得政务动荡，让国人不知所措。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用人不定，政令反复。寡人一用了张仪，就不能再用苏秦。王后说得对，此事作罢。王后昔日与张仪嫌隙很深，为何今日来为他说话？国家大计，远胜于个人好恶。好，王后很好。大王谬赞，臣妾只是想尽微薄之力，为大王分忧。王后祸目开金，达人大官，寡人从此要对王后另眼相看。舒儿过去散逸懈怠，全是舒儿的不是。我得舒儿，如周武王得一江，楚庄王得樊姬也。大王，臣妾哪比得上一江、樊姬那样的贤后？为女子者，困于闺中，眼界小，格局小，气量小，那是天生性情，也是后天所致。古往今来，很少有女子能够出类拔萃，卓绝群伦。寡人若能遇到一二，都是珍宝。大王，臣妾日日心系秦国与大王，只要秦国昌盛，大王欢喜，臣妾死而无憾。对了，光顾着说话了。天凉了，臣妾为大王熬制的川贝秋梨糕，让大王尝一尝。好，拿来给寡人尝尝。若是觉得不错，臣妾再为您做。好。大王已经知道了王后的好处，从此会更加好好珍惜王后和公子荡。这只是开始。不过记住，千万不可在外面提起今日之事。为何？大王都说王后出类拔萃，于秦国有功呢。这功还是记在芈月头上吧。王后，你想，本来大王想派人请苏秦回咸阳，但却被人极力阻止。对呀，应当是芈月坏了大公主的好事。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是说好要派人追回苏公子吗？算我看错了他。公主知道这中间的缘由。在后宫之中，能让我父王改变主意的还会有谁？难道是芈月？除了她，我想不出第二人。议后，芈八子求见。不见，就是我身子不舒服。是。大公主平日就算身子不好，也从不会如此回绝夫人。除了身子不好，大约心情也不好。大公主好可怜，夫人该帮帮她。我想帮她，只是眼下不知如何才能帮到她。自上次司马将军大胜后，双方战事一直僵着。如果等齐国发兵，再解函谷关之围，不知拖到何日。近日，我军进行了休整，又增添了粮草兵卒。臣建议
趁天气转暖，把兵马可以分成2支，一支重兵对付函谷关下的联军。开战后，先是猛攻，然后佯败，将联军诱至修鱼这个地方。此处是设伏的绝佳地，让司马错率另一支重兵等在此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修鱼，好好招待他们。大王，魏军重甲直戈佩剑，我们新研制的大批弩机正好用来对付魏军的重甲。至于韩国的弩机阵仗，魏国的重甲兵卒是弩机阵仗的守护，攻破了魏国的重甲，兵马可以从侧面进攻，使得弩机阵仗成囊中之卵，一击即破。前阵子我让乐女们排演了几曲楚乐，听着还算雅致。今日正好立春，请姐妹们来交房殿清斟浅酌，共享行云流水。来，姐妹们，我昨日就差你去请大公主，为何大公主没来？婢子去了2趟，可大公主身边的人说，大公主身子不适，不来了。月妹妹，你与大公主一向热络，不知梦莹的身子是否要紧？我去探望过几次，但大公主一直不肯见人。大公主一定在与人怄气呢。她是大公主，她那身份容得下与人怄气。怎么，是芈月阻拦大王迎苏秦回咸阳的吗？宫里都是这么传的。芈月与梦莹情同姐妹，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说是为了张仪。几位姐妹聊得好热闹，能否说出来让我也听听？王后，大公主病得蹊跷，依臣妾看，还是得请一位靠得住的太医去诊诊脉才好。妹妹提醒的是，珍珠，奴婢在。你去找太医令，让他派个好点的太医，专门照料梦莹，好好调理她的身子。是，奴婢这就去办。月妹妹，干一杯，为了你我的姐妹情谊。公元前317年，秦前左庶长初立基率军出函谷关，反击韩赵魏3国联军，于修鱼大败联兵，斩敌8万多。俘获魏国大将申差和赵国公子可，韩国太子焕战死。函谷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诸侯合纵攻秦之战，从此6国再也无法抵御秦国的兼并。今儿饿不饿呀？我去多吃一点，好不好？继儿，大王，大王，大王。继儿又长高了。对。大王今日这么早就下朝了？今日大朝没什么事，只是谈论了一下此次大捷的封赏。我已下令将修鱼之战的捷报传谕全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势力日强，6国一直想联手将秦国打压下去。这一战之后，恐怕他们再也不敢小觑我大秦了。诸国战败，只得给大秦割地赔偿。张子这次出使列国，定会风光得很。大王，是否让张子出使，先去赵国？我知道，你这是为大公主计。哎，好香的饭食啊！寡人在这里用晚膳。大王好口福，今日做了白果炖老鸭，
鸭肉性凉，大补虚劳。今儿和大王一样，喜欢吃鸭子。这次修鱼之战，你弟弟魏冉和公子华都立了大功。真的？那要给弟弟和公子华封赏了。司马错在奏章上将魏冉好一顿夸奖，说修鱼之战，魏冉提供了绝佳的伏击点，并领军以5000人挡住了好几万韩魏联兵，为楚离子的追兵到来赢得了时间。太好了，魏冉没有给你和寡人丢脸。月儿，该感谢司马错将军调教有方。小冉从军时还是个孩子，他在军中长大，向骁勇善战的将士学了一身本事，那是他的幸事，也是他够努力有天分。这么多军中勇士，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唯独是他立下大功，证明他才干出众。寡人准备好好赏赐于他。那大王打算赏他什么？司马错上表说，请封他为君侯，赐大夫爵。寡人劝你封他为皮将军，赐攻城爵。月儿多谢大王。小丫头，此次为何不谦让了？当仁不让。倘若大王因为宠爱我而赏他，或者是他绝不抵攻，那才需要谦让。如今大王赏赐他，是因为魏冉自己立下的军功，我何必替他谦让？好一个当仁不让！更何况，大王欲提拔军中青年将领，以替代世袭军将以及老军头，月儿深以为然。眼下前门收拾了猛虎，后门该教训恶狼了。寡人腾出手来，打算关照一下搅扰我大秦多日的义渠人。那大王打算让谁去？我知道了，定是那个刚刚被封了皮将军、赐攻城爵之人。大王放心，魏冉定会知恩图报，再立新功。知寡人者，芈月也。八子虽说好久没来马厩了，但那匹马我都让这儿的人小心伺候着。老朋友，好久不见，你脾气还是那么大吗？义渠人的种生猛得很，这平日都没人敢招惹他。一会儿等他吃饱了，带他去透透风。是。大公主。大公主，大公主，你是有意在躲避我吗？八子见谅，你是父王的宠妃，我上赶着巴结还来不及呢。你我之间无话不说，从不兜圈子。以前没有，以后必不可少。这是为何？无规矩不成方圆。八子只要不怪罪我以前的莽撞无礼就好。我几次去你宫里找你，你都让侍女把我挡在门外，说你身子不适不见人。我想知道缘由。提起缘由，我倒是想知道，你找我何事？燕王哙让位给子之，齐人已经借太子平之名准备攻打燕国。大王派张子出使，与赵侯雍相约，等燕齐两败俱伤之时，共伐燕国。祝你和公子之复国。好高明的计谋。的确高明。这计谋不是你的，也不是大王的，好像并不完全是那个以锦囊妙计著称的张仪的。大王告诉我说，这是苏秦的主意。他苏秦数上策论都被退回，可见父王身边人才济济。为何父王还要听从一个落魄世子的计谋？大王唯才是举，
物有所疑。这话他人或信，我却不信。为何？张国相是八子的至交好友，他人耀目，岂不使得国相黯然？大公主，这是怎么了？恐怕他对有些事情误会了。大王，王后来了。昨日听到大王有些咳嗽，臣妾特地熬制了贝母百合羹，给大王润肺。加了蜜糖，很可口。自从函谷关大捷，大王名扬四海，接下来大王准备如何？王后猜猜。那就是帮着梦莹母子复国。错。大王准备巡幸四季。比那更重要。公子们都即将成年，大儿也过了8岁，望9岁了。大王是该看远一些。臣妾猜测，大王是……寡人已经教训了韩赵魏3国，下一步就是收拾老在寡人身后趁火打劫的义渠人。前些日子，大王不是让司马错带着魏冉去收拾义渠人了吗？他们定会让义渠人长些记性的。今日战报，魏冉连连击溃义渠兵马，眼下义渠王已经被秦军围困在他的老营，寡人打算亲自带兵去征服他们。大王威武，必定一举成功。这次出征，是否要带上嫔妃服饰？带1、2个便可。臣妾想那景氏性情温和，细心体贴，照顾大王，定是最好的。景氏失去了孩子后，身子一直没有恢复，出征车马劳顿，过于辛苦。寡人还是带上芈月去吧。芈月曾经去过义渠人的驻地，对那里多少有所了解。芈月服侍大王多年，深知大王习性，她当然是最好的。臣魏冉拜见大王。免礼。谢大王。这就是义渠老营吗？是。他们有多少人马？不足10000人。眼下义渠苟延残喘。司马将军、魏将军，你们以为下一步战局如何？义渠人向来狼戾不仁，这几个月咱们打了几场大仗，俘获了不少义渠人马，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现如今，义渠王和他的部下就被围困在这山谷里，前几日还派人传出信来，说愿意归降秦国。
让咱们尽快派人前去商谈。不过困兽犹斗啊，有探马报告说，山谷里兵马调动频繁，只怕义渠人是打算假归降，而趁商谈之际拼死突围。兵已诈立，义渠人天生桀骜不驯，寡人要当心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李八子，大王，丫头啊，可见过了你弟弟魏冉啊？他在军中军务繁重，哪里顾得上？寡人见过他了，年轻有为，英武不凡。等收复了义渠，你们姐弟俩就可以好好相聚一下。谢大王。这是干嘛？大王别动，给你戴顶花冠。好看。如何好看？以你嫣红，老伯戴上花冠，比戴王冕好看。后宫女子也就是你，以为花冠比王冕好看？他们是太看重那顶王冕，而不在意是否好看。又说傻话了。老伯嫌弃月儿，傻有傻的好处。有何好处？赤子之心，纯一不杂。谢老伯夸奖。这些日子，老伯鞍马之劳辛苦了。要不要跟月儿去外面散散心？草原是郁郁葱葱，美不胜收呢。寡人打算明日派人跟司马将军一同前往义渠营地，商议接纳义渠王归降之事。一来，谈谈他们的虚实；二来，也要他们知道秦军这边以逸待劳，严阵以待，免得他们仍存侥幸之心。这个人最好跟义渠有点交情。若是张子或者雍大人能在就好了。张仪出使列国未归，临行前雍瑞有病了。司马将军过于耿直，遇事不善转圜。那老伯觉得月儿如何？你不说，寡人正想问你。那义渠王听说你跟寡人来了，竟派人来说要见你。他知道我一定会去找他的，因为义渠大营里有芈月的兄弟，就是那个被狼养大的孩子。是啊，所以还是由我陪司马将军前去，只当是探访故人。即使他们有所算计，也不会特别提防一女子。好吧。司马错拜见义渠王。义渠王，别来无恙。月公主，听说义渠王打算率部归降，八子特来探望故人。大王，大王，月公主，身为秦王的宠妃，亲自来到我义渠大营，是我等的荣幸。请。大王听说义渠王迷途知返，有归降称臣之心，十分欣慰。义渠与秦国本为友邦，早有盟约，朝贡于秦。只是义渠王受公孙衍挑唆，反复背叛。这次还需你等拿出诚意，真心相见，才可化干戈为玉帛。我义渠人向来都是先谈交情，后谈交易，酒过三巡才知道是不是朋友。上酒。慢。按大秦的规矩，该是先谈交易，再谈交情。既然这样，咱们什么都别谈了。义渠王不要对司马将军恼怒，他不知义渠人的情分深浅，都在这酒水里。
芈月愿意客随主便。我先来敬义渠王一碗，望义渠王能推诚相待，口能对心。月公主早年在我义渠做过客，也该知道我义渠的习俗。来，司马将军，既然如此，在下也敬义渠王一碗。干！干！这些年，我一直牵挂留在义渠的亲人，不知小狼弟弟可安好？还小狼呢，那小子如今都已经是头狼了。义渠王古道热肠，能否方便时恩准芈月与弟弟一见？好，没问题。司马将军，来，再干！干！司马将军，你也是初到义渠，我虎为敬你一碗。多谢。干！月公主，你我是故人，我敬你。义渠王说是要归降大秦，可我刚才进来前，看到义渠兵马枕戈待旦，戒备森严，毫无懈怠，这不像是要休战的景象。我们义渠人的命是自己的，这睡觉也得睁一只眼。这是你的老营，是你们义渠的地盘，你若不想归降，秦军谁又能围得住你们？可见我义渠人归降之心绝无虚假。明明是待价而沽，却说自己诚心实意。你那义渠草原大半都到了秦国手中，你就算逃出这山谷，又能有何作为？如此说来，我义渠只能向秦国称臣了。不过，我既已称臣，秦王必须以礼相待，从此两下相安无事。可秦王要的，并非是义渠名义上称臣，而是真正的归降。义渠王去王号，改称义渠君，也就一字之差。义渠治理也都要推行秦法。什么？义渠是我的义渠，为何要推行秦法？既然义渠王对秦王称臣，那义渠就该是大秦的国土，推行秦法也理所应当啊。你要是这么说，归降之事不谈也罢。义渠王糊涂，你想想，自从大秦推行新法，国强民富，天下无敌，立威诸侯。既然秦法对治国治民有好处，你为何不先试一试再说不呢？义渠人有义渠人的活法，为何要向别人学？你那活法若好，就不会被秦军铁桶般围在这山谷里。你们归降已经是城下之盟，但秦王仁义，他已经答应将占领的义渠土地全部交还于你，并由你来管辖推行秦法。从此大秦就是义渠的后盾，遇上天灾，大秦就是义渠的粮仓；遇上敌手，大秦就是义渠的帮手。这有何不好？义渠王是聪明人，秦王愿意从此与义渠化干戈为玉帛。秦国强大，义渠也强大；秦国富足，义渠也富足。义渠众生的福祸，只在大王的一念之间。义渠王，我何时能见我弟弟？本王改主意了，我看你们姐弟还是先别见了。啊，义渠王这是何意？等我们这桩买卖真正谈妥之后，你们姐弟再见也不迟。大王，谢大王。谈判的人已经回来了，义渠人接受了全部归降条件。好，
义渠人这次总算学乖了，那还等什么？我们可以举杯庆贺了。是。魏将军，你姐姐很好，有空去看她一下吧。谢大王。让我们一起敬秦王。敬秦王！敬秦王！干！干！来，我们大家再敬秦王一个。敬秦王！敬秦王！敬秦王！敬大王！干！干！草原上的酒果然不一般，寡人喜欢。芈月公主，这草原上的酒，秦王说了很不一般，难道你不想尝一口？芈月敬义渠王。请。芈月公主，你果然是女中豪杰啊！秦王，刚才你说这草原上的酒很不一般，其实啊，我这草原上的女人也很不一般，不知秦王你是否喜欢啊？女子似酒，又不是酒，要看个人的口味。寡人就喜欢芈月这种口味。不知义渠君的草原上有没有同样的女子？世上谁人能有像秦王一样的好福气啊？好，为好福气，干杯！干！魏冉将军好酒呀！干！大王恕罪，芈月约了魏冉弟弟相见，去就来。去吧。为了大秦和义渠的盟约，义渠君来，我们再干一杯。好，请。姐姐，来，快起来。姐姐，这几年东征西讨，也没什么时间跟姐姐相处。皮将军，近来可好？啊，姐姐还拿我打趣。姐姐这是高兴。我已经有一大块封地了，所以以后不管姐姐有何事，小冉都能为姐姐遮风挡雨了。小冉长大了，也懂事了。嘘！什么人？出来！怎么了？站住！姐姐，你是？姐姐，你是小狼？你还记得我？你真的是小狼？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干什么？姐姐，他是谁？他是小狼，是我弟弟。弟弟？姐姐，我不喜欢他。好了，来，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弟，我们找地方说说话。姐姐，
以前可从来没听你说过，你还有这么个弟弟。他是小狼，是我在义渠时认养的弟弟。哦，那也就是说，他并不真的是你的弟弟。你才不是弟弟！多个弟弟有多好，小冉也多个兄弟。我当时以为可能会死在义渠。小冉，我想你，像葵姑，像荣弟。小狼的年纪比你还小，他也是孤苦无依。看到了他，我就像看到了你们似的。离开义渠时，我自身难保。小狼是和狼一起生活过的孩子，也姓魏训，刚刚开始学画。义渠人不肯让我带上他。后来我也曾请求大王派人去义渠接他回秦国，义渠人又不肯把他还我。真没想到我们能够在这儿团聚，这义渠王还算是讲信用的。是义渠君。义渠王。义渠君。义渠王。你好了好了，别争了。小狼，你这么维护义渠王，看来他待你不错。是不错，瘦的皮包骨，看来是没吃过饱饭吧？你倒是肥头大耳的，真是长得肥的狼，是吃不到肉的。狼？小狼？笑死我！就你这种皮包骨的狼，我赤手空拳打你3个！来啊！来呀！来！